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無礙氧化嘉琪姐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咧頭皮個抵抗力低嘅幾個症狀。第一係頭皮多，兼埋頭皮會痕，最主要個原因係受咗真菌個感染，破壞咗頭皮正常嘅生態平衡，所以咧就會生頭皮，同埋明顯咧頭皮就會好痕嘅。第二咧，甩頭髮明顯會多咗，一個係天氣溫度嘅轉變，一個係紫外線直射頭部，同埋熱輻射對頭部個刺激好大，就會整傷個頭髮，咁啊導致會甩頭髮。第三呢，係因為頭皮發緊，頭皮清潔唔夠徹底，同埋頻繁嘅電頭髮、染頭髮，都會令到頭皮嚟好緊。咁啊長期呢，紮頭髮紮得太緊嘅時候呢，個髮型呢就會，或者成日你戴帽啦，即工作個需要戴頭盔或者戴帽，都會有影響嘅。關注我，了解更多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